大家好，我係自資園嘅老師，咁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有關呈分試要注意嘅事項嘅。首先講一講呈分試嘅舉行時間啦，咁每間學校都有啲分別嘅，咁但係大同小異嘅啫。咁第一次呈分試就會喺小五嘅第三次考試所舉行啦，大概係5、6月左右嘅。咁而第二同埋第三次嘅呈分試呢，就會分別喺小六嘅第一同埋第二次考試所舉行嘅，時間就大概係11、12月啦，同埋係呢個嘅3、4月左右嘅。咁小朋友同埋家長呢，都要去有一個充分嘅時間去預備佢哋嘅呈分試，作好準備。好啦，之後就會講一講呈分試嘅比重啦。咁直至目前為止呢，咁暫時個呈分試嘅比例呢，就係中文會乘9啦，英文乘9，數學乘9，常識乘6，視藝乘3，音樂乘2嘅。咁但係因為之後呢就會多咗個人文科學呢一科啊，咁所以呢，就由26、27學年起呢，個呈分試比重呢就會唔同咗啦。點樣變呢？中文就會變咗乘8，英文乘8，數學乘8，人文乘4，科學乘4，視藝乘2，音樂乘2，體育乘2，係啦。咁講咗咁耐啦，究竟我哋要點樣為呈分試作好一個準備呢？喺頭先嗰兩個表度都可以見到，其實個4科主科嘅比重呢，其實係佔得比較多啲嘅喎。咁換句話講啦，我哋如果落多啲心機落去主科度，令到主科成績會提高，咁我哋嘅總分呢都會變咗提高多一啲嘅。係啦，咁所以換句話講呢，我哋就應該去為主科去落多啲苦功啦。咁除此之外呢，就可以俾小朋友做一啲呈分試嘅模擬試題啦。咁喺當佢哋真係呈分試嘅時候呢，見到啲唔同題型呢，都可以冷靜咁應對啦。最後一樣嘢啦，就係可以訓練小朋友呢，要去檢查試卷，避免佢哋有一啲大意嘅錯誤啊。咁有啲小朋友喺考完試嘅時候，成日都同我哋講，其實我係識㗎，不過我唔小心咯。咁避免呢啲大意錯誤呢，已經可以為我哋嘅呈分試有一個更加好嘅成績啦。係啦，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係嚟到呢度啦。咁有咩問題就可以再向我哋查詢。多謝各位。